来者何人？扶摇。轩辕五行秘法第3重，得轩辕徽标者，得过此关。好，那便试试。 师姐还不行礼？裴师姐下手当真是毫不留情啊！一个玄幽部的下等杂役，也配称我师姐？你别以为大师兄偷偷教了你几招功夫，你就可以和我平起平坐。下等，永远是下等。平起平坐？啊！不过太可惜了，我差一点点就学会那门功夫了。你想得美！违抗玄元门规，私自进入五行密室修行，今日我非将你绑去见掌门不可。我倒是想看看，谁还会替你说情。哎，稍等，师姐，我是犯了门规，你要绑我去见掌门责罚，但是桌子也得桌脏，你得捉得到我才行啊！死到临头，还敢嘴硬！艾烈，将他绑起来。是。果然是个蠢货，下面就是万丈悬崖，有本事你就跳下去。我好怕呀！不过，既然师姐吩咐了。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小姐，蠢货！这个下贱的贱女，我饶不了你！